伫半路煞雄强杀出一个听价金拄着车仔长，因为为着要闪狗家己发生车祸并车。宜兰罗东发生这件并车事故，赛车人为了要闪一只野狗，弄到中央隔壁道了后，规台车并伫路的四脚向上天。事当时伊家己爬出来，搁甲坐伫咧后壁做安全椅3岁查某囝救出来，该在2个人惊无代志。黑色轿车冲过路口，360度并一连，看起来是弄甲真大力，规台车拢并过去，倒伫咧路面。搁来看一摆即个惊险的画面，规台车就伫咧路面趴骨落咧，最后来并车停落来，大约1分钟，驾驶对车来爬出来，赶紧拍开后座的车门，因为伊3岁查某囝搁卡伫咧安全椅顶悬，等人来救。救护车来了。救护车赶到现场检查2个人的伤势，但是因毋若家己走出来，无受伤，更加无需要来送病院。真侪民众看到这个惊险的画面，拢替因感觉真紧张。那个蛮紧张，系安全带真的是蛮重要的，尤其是安全座椅。小孩子那么小，真的只要靠安全座椅才能保护。这个翻得蛮严重的，对啊，正常来讲应该多少大概会有受伤，真的是觉得不幸中的大幸。这站并车意外发生伫咧宜兰罗东28号早起7点外上班的时间，一个细汉的驾驶为着要闪冲出来一只狗仔，才会规台车弄去里分隔道来并车。好佳在当时伊甲3岁查某囝拢有下安全带，坐安全椅才好运无受伤。韩信的民众立即将那个3岁的女儿把她救出，所幸2人均毫发无伤。虽然家己弄来并车要付一大笔维修的费用，不过驾驶有做好安全的保护，救家己甲查某囝的性命，嘛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